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种鸟啊，叫做芳鸟。细细只尔，伊一秒钟是个大当会80个。不过嘛，因为伊真细只，伫都市内底有当时啊会受到其他的鸟的攻击，或者是去弄着、去摔着。伫墨西哥有一个阿嬷，伊甲因兜改装做芳鸟诊所，是专门收治遮的受伤的芳鸟。等因复原了后，再搁训练甲野放。即嘛遐已经收容有60只芳鸟啊。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卡蒂亚鲁斯房间的窗仔边仔有一个盆栽，真侪鸟仔伫遮咧飞，正做一帮是伊的景象。这是芳鸟疗伤治病临时诊所，卡蒂亚耐心一只一只用地讲感饲。 Oye, tengo un colibrí estrellado, tengo un colibrí en el piso. Me mandan WhatsApp, mándalo con Katia. Tengo 60. Libero y tengo. Se mueven y tengo. 卡蒂亚原本毋是鸟类专家，毋过自2009年，伊的先生过身，隔2年佫得着癌症，生活事业拢受重创。康复了后，听受伊朋友的建议，为照顾一只芳鸟做伴，佫一摆找到生命价值。后来愈收愈济，开始研究相关的照顾知识。即卖已经是拉美地区的咨询对象。有时阵佫资源佫较专业的机构，亲像为大学研究所接手因保照顾资源的病例。Me llega la mayoría bebés. Me llega muchos estrellados o agarrados por urracas, que la urraca no e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, la trajeron, la importaron, está acabando con los nidos y con los pájaros. La urraca es un poco tipo águila. 芳鸟是美洲本土物种，身体只有10公分，体重无超过20公克。伫都市生活，除了互其他物种攻击，可能佫弄着障碍物，或者是细只鸟摔到受伤。这物件污染也会破病。目前诊所内底60只鸟啊，主要是踮伫卡地亚房间，由佮合作的芳鸟灵宝桑托斯斗阵照顾。等到康复养壮，就会转到隔壁房间训练野放树拿生活技巧。今年5月以来，有人将伊的工作影片放伫抖音平台点阅次数超过150万，求助的人也大量增加。伊拢毋捌拒绝任何受治的请求。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。